对大多数在都市生活的后生人来讲，爱归家乡无咁简单。通常如果有关键的事情发生，那会归去哦。苗栗湾里有一群后生的，伊能之内湾里乡海风团队，伊能为归家乡喺认真20年前，遇到反对设置风力发电机组去参加的湾里反风茶运动，开始认识中意家乡的人同土地，故所家庭爱归家乡的。伊能同农民听生产同卖，发扬为卖黑的行草文化，和串联当地的老店们，韩国后生人新开的店们，想要强减韩国多的能量。更加亦能和出版菜地的刊物，会用自家的方式来记录家乡。然后这里晚上蚊子超多的，要搭帐篷才不会有蚊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很热，跟今天一样，每天都很热。就是秀棚已经很黑了，可是我们当时是比这个再黑。大家乡下草地万里海水的北方，也有万里鲜桂风嘅团队成员，每日头摆伫海水空前的热的。譬如说，我们会在这边搭帐篷，然后阿公阿嬷会拿他们的食材过来这边煮饭，大家就一起公炊，一起吃饭。然后我们的上厕所的地方也是很自然，就到海边，就是去解小便这样。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很辛苦在这边扎营24小时，等于是了解他整个施作过程。刘悠悠係蔡天兒，不過到高中過後就離開苗栗。大學畢業過後，未到台北識條路，識得2年。一直到有一日看到新聞報道，有灣里嘅鄉親嚟到台北抗議，佢就當上愛來了解，原來係味道乜解。我就帶着一點好奇心，就自己坐捷運去能源局前面跟他們聊天，然後才了解說，原來我小時候記憶美好的海邊。目前短短的海岸線不到3公里，就要蓋14支的風力發電機組，所以我因為這個狀況，我覺得我應該要下來院裡看一下海邊的情形。我跟你講，你們涉嫌強制罪，現在不離開的話，馬上逮捕。沒有，來逮捕，抓來。這邊的人民的生命安全沒有，你華為，我討厭你。再過來好不好？轉到家鄉，看到熟悉嘅環境，可能認真設置風力發電機組會有動態嘅改變。劉玉玉同遇到關心亞天事件嘅後生人，就轉到灣里來同蔡天兒聽書，參加為扮演嘅空姐活動。也過程當中，還識本警察嘅帶上書卡同腰卡嘅。我也是人生第一次被上手铐，就是沒有犯什麼罪，我只是默默的靜坐在那裡，然後表達我的訴求，希望可以延長這個風機設置的討論。所以當時有很多我跟像秀鵬，其實我們都被上手铐，然後就被抓到警察局裡面關起來。在這裡的印象就是其實蠻可怕的，就是很熱，然後又常常被暴力對待的一些回憶，這樣子。對，當然也有開心的，就是說在這樣的環境很惡劣的環境，可是大家彼此會互相照顧、照料，然後，我覺得是讓你覺得說，像鄉親會照顧我們啊，或者說我們彼此年輕人在這樣的環境，就是我們知道我們想要做什麼，就是你在惡劣的環境，你才會清楚的知道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。看到環境安健時，故所行下上會堂，灣里也打咩做掉物解，空間都差唔多嘅。劉玉玉同連小鵬同其他嘅後生人，建立灣里鮮海風團隊，認識同到蔡天兒，其中陳秀蘭阿姨，仲係帶領家頭進家鄉嘅重要人物，現正空間本警察嘅總召家下，家頭聽到阿姨太上險，為警察嘅唔好按粗殘嘅來對佢家頭，故所家頭知道家動有力。然後我被抓走了，其實我一直不知道那個阿姨是誰。然後是有一天我騎機車經過她的田，然後她就突然叫我，她就說劉小姐，那時候我們還不熟，她就說劉小姐，
他就说：“你是那个抗争的那天被抓的那个人吗？”然后我就跟他聊天，我说：“这个声音好熟悉哦。”然后我说：“你是不是那一天我被抓的时候，你在后面一直叫警察不要那么暴力，然后才相认？”那个当时是那个风机来我们这里走的时候，那个警察实在真的不是人，一直拖打这样子，一个小小的女孩子，真的很不忍心。这个绕圈，对，然后再转过去，要拉紧一点。因讲万年係鹹醋嘅家鄉，在地嘅富人家都會種鹹醋，一定後生人結天一方面同小蘭阿姨，韓國在地嘅富人家來學種鹹醋，一方面來推廣夜行文化，除係強下去實施擺攤呢，還可以編織課程，還去種鹹醋。我们想要转型，希望可以生根在地。其实发现令草这个工艺，它是很有价值的。因为它是有很多老人家的智慧，就是你要去思考立体感，还有它的花纹怎么编，其实是还要有美术跟空间的天分。有很多阿姨她不识字，可是她可以编出很漂亮的令草作品，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很有价值。我也很喜欢乐意帮忙他们啊。為什麼？因為這個已經快要絕種了啦。所以要有人要繼承、要學習是很好，所以他說叫他們說好啊，冇去嚴啦。一群進到家鄉嘅後生人上，就睇我哋傳承文化和做地為物解喏，才發現同土地有親情嘅關係呢，就係更重要。未看到農民食材含有咁多問題要解決，故所同佢阿豆聽解決。節目公益嘅問題，沒同佢阿豆聽賣農產品。這個他真的病害真的有一點嚴重哦，好像要跟消費者講一下。種貨量高嘅農民蔡坤龍係用標記生錯嘅方式來種，認證果子上來較無安醬，故所較吞絲，其實上冇一種嘅，一直到認識咧萬里賢惠風團區將有會改變。那時候剛好遇到鄭大哥，就是也是先海豐有在幫忙推廣的一位小農，對鄭大哥他的介紹，才認識到我們先海豐的大家。其實那時候已經放棄的層面已經居多了，對，那時候他們就想說要找。对，找就是一些幫農，來這個果園裡幫忙，對，所以才慢慢的又讓果園回升起來。團隊成員而有限就會去果園聽幫助嘅，如何熟悉呢？咪會去聽咋，還會聽上困難，按用嘅嚟賣，韓國困難做地做家電物嘅相關嘅產品。然後我自己如果有空，當然就是來做，就是幫農。另外就是加工，就是現在就是做果醬，或者是我們有開始要去設想，比如說做剉冰啊，可是剉冰可能就比較沒辦法用宅配的方式，或者是要做，甚至拿火龍果做盆栽，因為它的種子它其實是仙人掌一種，所以它其實有可能拿來做成盆栽，然後就是也要去，就是開始去問啊，怎麼把它做成盆栽的方式。去年的時候，他們就辦了一些活動。讓一些有興趣體驗的人，對，來果園這裡體驗一些拔草啊。那時候剛好有修剪枝條下來，就幫忙把枝條做一個集中的動作。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他們幫忙，就是找一些消費者。我們的訪問是會扣緊，還是有返鄉跟遠離土地的感覺？所以會先問他們為什麼回來，然後辛苦的地方。可是我們一定還是會講他創新的改變。同小農聽大概同路過後，佢哋未發現有遇到後生人就從佢哋用嘅未轉去家鄉，嗰數幾天我嚟發行萬里嘅地方刊物，為相互連結交流，相互往幫。那這樣就會更多人看見一個小鎮
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农村是一个很没落的地方，可是它其实有很多活力，或者说被潜留在下面的一些力量，是怎么样继续让这个小镇可以有未来的可能。那这个被看见，我觉得大家对农村会比较有信心，也许会更多的年轻人会觉得说，农村是有机会的，我们可以回来创业。那小镇或是农村都会比较繁盛。至于他们帮我很多是，我觉得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小小的镇上，但其实我们做自己的事的时候，你不会去说你要去认识谁，但是是因为借由他们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去认识院里其他在地的友善店家。我觉得这个串联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在地共识的提升，就是你可以拉伸那个整个力量。既然大家有心爱联络起来，就会更加前面采天，玫瑰做到恋爱日，未上愛攏來。因而又對各地嚟到灣里拜訪嘅各種社團。灣里縣開放嘅團隊就分享幾下條進到家鄉嘅故事，還帶幾下條到亞府區內行聊聊啊，帶大家看下灣里嘅路嘅。现在我现在介紹這個是戀草扇，大家可以聞聞看，它的所謂戀草就是這個草的味道，要聞它的味道。喺灣里鎮田下路路嘅紅嘅北熱夢七點，第三推條架做備胎，行起目標體做工業，為到為推廣鹹醋產業文化，而同縣開放團隊合作，小結鹹醋嘅歷史，本來都有了解人下堂。看那邊方一組有一種嘅相片同文字，看得出也鹹醋是有結合嘅工藝同門路。像院里這樣，大部分都是家家戶戶都有在做。那個時候就是也因為日本人他們蠻喜歡這個戀草的產品，它幾乎都是供應不及啊。後來也有就是說有供應給中國大陸。那後期是因為有大陸那邊發生盧溝橋7·7事變，那導致產品過剩，那導致就是說沒辦法外銷。以至於這個產業就比較慢慢的沒落。要開嘅北年嘅夢七店，還有傳統嘅鐵條店，就抵得時代嘅改變同文化嘅發展。這個人敢咱講黃市場共款啊，因為年輕人也無法夾頭毛啊，這個潮流即馬已經行到因的頭，阮也袂曉提啊。所以講，伊就對着這款的行業，伊就無即馬年輕人頭先拄仔咧講有一個高職的高職的吼，誒高中的人因咧美化，人攏請老師去學教，因都無來學師啊安尼。田下路嘅店家除睇見來見社會，也按到人類未認真透露證書嘅問題，強就會留唔起嚟。所以其實我們很想要把旅人帶來這條老街，讓我們的腳步可以放慢，看到每一個手工工藝背後的溫度跟故事。然後重新，我們也想要跟旅人談，現在這個老街也遇到了一個保存的危機，就是因為未來可能這一條老街會因為鎮公所的徵收，所以會在中間開了一條路，等於是會破壞這一條老街的原始樣貌。那現在這件事情也懸而未決。灣里縣開放團隊未留安尼嘅議題，帶入到小里行嘅互動當中，為行卡動議來從事。雖然我是院里人，可是沒有像他們這麼了解。那我對院里的認同是比台中還要多的，可是其實真的說了解也是沒有到很多啦，就是要慢慢來。就現在可能現在很多人都可能就是只顧自己的生活，那可能也是就是現在生活真的比較不好過，所以可能沒有其他的時間去關心就是自己溫飽以外的事情。那我覺得可能就是還是要讓大家去關心到，開始關心自己生活周遭的東西，那在就是大家都開始關心的時候，像我們生活可能一些傳統的記憶或是文化就可以保持下去。對於反風茶多進去灣里，辛苦係辛苦，不過做嚟到伊感恩，一條後生嘅成去到愛做看世界，進到家鄉鋪設鋪條講嘢嘅，認同土地嘅生命就加動有意義。